明仔載7月28是世界肝炎日，目前台灣乙型肝炎的診斷率無到70%，治療率嘛干那35%。醫界就呼籲政府應該要制定國家級的政策，積極來改善，讓台灣會當在2030年進前達成世界衛生組織的目標。人講肝病是國病，主要是因為台灣 B 型肝炎、C 型肝炎的流行率真高。但是去年底，台灣已經提早5冬完成世界衛生組織要消毒 C 型肝炎的目標。7月28是世界肝炎日，拜一有立委甲醫界的團體呼籲政府刷落來，要積極提出消毒 B 型肝炎的計劃，針對 B 型肝炎制定國家級的政策。到即馬為止，那也閣有差不多180萬人左右，也閣受到這個 B 型肝炎的這個困擾。按政府會當成立這個 B 型肝炎消毒的這個辦公室，編列這個專款來專門來做這個 B 型肝炎的這個篩檢。立委王正旭表示，根據統計，目前台灣 B 型肝炎的診斷率不到70%，治療率也敢若35%。學者指出 ，B 型肝炎是一種需要長期追蹤治療的慢性病，建議政府會當透過 AI 科技建立一個慢性肝病的健康照顧網。如果有 AI 的幫忙，就可以做所謂的這個智慧性的這樣的一個照護，那麼可以讓這一些管理呢民眾的警戒心提高，早日呢進入我們的醫療照護系統。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表示，台灣對1986年開始是全世界頭一個替紅眼仔注 B 型肝炎疫苗的國家，佮加上已經有成功消毒 C 型肝炎的經驗，希望政府會當佮較積極來推動 B 型肝炎的消毒，在2030年進前達成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的目標。記者顧耀基、王志光台北報道。